1蚊一斤菜心。喂，走過路過唔好錯過啊！1蚊一斤咋？聽見呢啲聲，你第一反應係咪覺得執到寶，定係覺得個老闆癲咗？喺香港呢個咁貴租、人工咁高嘅地方，一斤菜心嘅成本，計埋運費、人工、租金，點計都唔止1蚊啦。但係點解偏偏喺深水埗、大埔或者元朗啲街市，成日都會見到呢啲1蚊一斤或者5蚊3斤嘅奇景？你以為老闆係開善堂？你以為佢哋真係想街坊食平菜？今日我就要同你拆解呢個街市入面老闆死口都唔肯講嘅商業秘密，甚至係一場分分鐘搞到大家傾家蕩產嘅同歸於盡內幕。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數，而家係2026年，如果你喺長沙灣批發市場或者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行一圈，你會發現優質嘅寧夏菜心或者本地靚菜，批發價起碼都要5、6蚊一斤，甚至更高。咁點解個檔主可以賣1蚊？第一種可能性就係所謂嘅貨尾清倉。街市嘅蔬菜係最唔擺得嘅嘢，每日凌晨3、4點，啲菜車由國內落到嚟，到咗朝早6、7點開市。如果去到下晝4、5點，個檔口仲剩返幾十籮菜，呢啲菜過咗今日就會黃會爛，到時就要掉。對檔主嚟講，掉咗佢就係蝕足100%，但係如果1蚊一斤賣出去，起碼可以收返啲人工同車錢，止下血。所以你下晝見到嘅1蚊斤，好多時都係死死氣嘅清貨價。但係我今日要講嘅唔係呢種普通嘅清貨，而係嗰啲由朝早開市就開始嗌1蚊斤嘅檔口。呢啲先係真正嘅狠角色。你有冇試過入去呢啲1蚊斤嘅檔口，諗住淨係買1斤菜？好多時你會發現個老闆會好熱情咁同你講：喂，靚姐，1蚊斤菜心啫，買多2斤生菜啦，生菜今日好靚啊，10蚊2斤咋？或者買斤菜，順便攞埋啲蔥同薑啦。呢個就係傳統生意經入面嘅帶路貨策略。1蚊斤菜心係個利，吸引你行入去佢個檔口。一旦你入咗去，你嘅心理預期就會降低，覺得呢間嘢真係平。結果你買咗1斤蝕本菜，但係順手買咗2斤高利潤嘅豆苗、1包蒜頭、幾條辣椒。計反條數，老闆喺菜心度蝕嗰2、3蚊，喺其他嘢度賺返晒。不過呢啲都只係小兒科，真正令街市老闆死口唔講嘅係嗰場街市大戰。喺香港某啲大型街市，好似大埔墟或者天水圍嗰啲，競爭係極之激烈嘅。想象一下，如果你喺呢個街市擺咗20年檔，一直都係賣緊8蚊斤菜，突然間你對面開咗間新嘢，人哋一嚟就嗌5蚊斤，你嘅熟客全部走晒去對面，你會點？你會唔會坐以待斃？通常呢個時候，一場同歸於盡嘅價格戰就開始咗。你賣5蚊，我就賣4蚊；你賣3蚊，我就賣2蚊。到最後，大家一齊嗌1蚊斤。呢種情況，檔主係完全冇錢賺嘅，甚至每日開門就係蝕緊幾千蚊。點解要咁做？因為佢哋喺度鬥氣場。氣場意思係邊個嘅老本口。老牌檔主可能會覺得，我喺度做咗幾十年，我有物業，我有熟客，我大把錢同你燒。你新嚟新豬肉，租金貴，我就同你鬥賣1蚊，鬥到你交唔起租，鬥到你執笠為止。呢種就係所謂嘅洗太平地。佢哋寧願呢3個月、半年1蚊都唔賺，甚至每日蝕錢，目的就係要將競爭對手趕盡殺絕。曾經有一位喺街市做咗30幾年嘅老前輩同我講過，佢話：後生仔，你見到1蚊斤菜，唔好以為係福利，嗰度每一斤菜都係血汗嚟㗎。佢試過有1年，為咗趕走對面個惡霸，佢足足賣咗4個月嘅1蚊斤。嗰4個月，佢蝕咗成20幾萬。但係最後點？對面嗰間真係支撐唔住，退場走人。對面一走，佢第2日就將菜價調返去10蚊斤。呢個就係街市最殘酷嘅生存規律。
你可能仲會問：1蚊斤菜，就算係蝕住賣，啲貨源邊度嚟？唔通真係次次都係靚菜？呢度就涉及另一個內幕，貨源等級。喺蔬菜批發市場，菜係分等級嘅。一級菜色澤鮮嫩，冇蟲眼，梗肉厚；二級菜可能有少少黃葉，或者係所謂嘅大棵菜，口感冇咁嫩；三級菜就係啲剩餘物資。好多賣1蚊斤嘅檔主會專門去揾啲處理貨，例如有啲菜車喺大陸落嚟嘅時候，因為交通意外或者海關延誤，遲咗幾個鐘到。呢啲菜雖然仲食得，但係新鮮度已經扣晒分。批發商為咗快啲出手，會以極低嘅價格，甚至係倒貼運費嘅價錢批俾呢啲走平價路線嘅檔主。你食落去可能覺得啲菜老啲，渣多啲，但係因為係1蚊斤，你通常都唔會投訴。仲有一招，就係斤兩嘅秘密。雖然而家食環署查得好嚴，但係街市入面依然有一套潛規則。你買1蚊斤，老闆幫你稱嘅時候，動作快到你睇唔清。好多時，嗰1斤可能只有12兩或者14兩，又或者佢喺稱上面做啲手腳，例如個盤嘅重量，或者係神仙稱。如果你買10斤8斤，佢可能就賺咗你1、2斤嘅差價。當然，最令人心驚膽戰嘅係所謂嘅藥水菜。呢個雖然唔係普遍現象，但係喺行內一直都有傳聞。有啲極低價嘅菜係因為喺種植或者運輸過程入面用咗過量嘅防腐劑或者保鮮劑，務求令到啲菜喺冇冷藏嘅情況下放3、4日都仲係綠油油。呢啲菜嘅成本極低，因為佢哋根本唔怕損耗。我以前識得一個菜販，佢叫勝哥。勝哥以前喺深水埗做過一排，佢同我講過一個好深刻嘅故事。當年佢隔籬檔嚟咗個後生仔，一心想做街市大王，搞咩互聯網思維，一入嚟就玩補貼，全場蔬菜一律半價。勝哥佢哋班老行專二話不說，夾埋一齊，每日派人去個後生仔個檔口排隊，將佢所有嘅平菜買晒返嚟，轉手喺自己檔口賣返原價。個後生仔以為生意好旺，日日補貨，點知補幾多就俾人買幾多，佢蝕到入肉。最後佢發現原來係班老行專玩嘢，想搵人打架。勝哥就同佢講：細路，街市唔係咁玩嘅，你破壞咗個規矩，大家就一齊唔好過。最後個後生仔賣咗唔夠3個月，蝕咗幾10萬走咗。呢種同歸於盡嘅玩法，外行人根本睇唔到。所以話，大家以後去街市見到1蚊斤菜心，心裏一定要有個譜。第一，你要睇下啲菜嘅質素。如果係下晝5、6點，啲菜明顯開始謝，咁買返去即刻食係冇問題嘅，呢個係正常嘅清貨。第二，你要留意下個檔主係咪淨係賣一樣嘢平。如果全場都貴，得一樣平，咁佢就係用呢樣嘢做引子。你可以買佢嗰樣平嘢，但係其他嘢就要睇清楚價錢先好買，唔好俾個平字沖昏頭腦。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要觀察個街市嘅氣氛。如果成排檔口都喺度鬥嗌平價，咁你就要小心，呢啲可能係喺度打緊價格戰。喺價格戰期間，檔主為咗減低損失，好可能會喺貨源質素度縮數，甚至會拎啲平時唔會賣嘅劣質貨出嚟充數。其實街市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喺嗰度每一毫子都計到盡。1蚊斤菜心背後係一場關於租金、供應鏈、競爭對手，甚至係生存尊嚴嘅戰爭。老闆死口唔講，係因為佢唔想你知道佢其實喺度割肉求生，亦都唔想你知道呢個行業嘅暴利同埋慘烈。喺香港做街市，租金往往佔咗成本嘅30%以上。如果1斤菜賣10蚊，租金佔3蚊，人工佔2蚊，批發價4蚊，老闆賺1蚊。如果賣1蚊，佢每賣1斤就係蝕9蚊。你想下，佢要賣幾多斤其他嘢先可以填補呢個窿？所以下一次你見到阿媽或者屋企老人家好開心咁攞住幾袋1蚊1斤嘅菜心返嚟，
話執到大平貨嘅時候，你可以同佢講呢個故事。平嘢唔係冇好嘢，但係平到唔合理嘅時候，背後一定有人喺度付出緊代價。係邊個付出緊代價？可能係嗰個被趕走嘅小商販，可能係嗰個為咗趕路而超速嘅貨車司機，亦都可能係我哋呢班以為執到寶，但其實食緊藥水菜或者劣質菜嘅消費者。街市老闆嘅生存之道，其實就係一個忍字，忍到對手死，忍到行情好返。而嗰啲1蚊斤嘅菜心，就係佢哋手入面最後嘅子彈。當子彈射完，呢場同歸於盡嘅戲碼就會落幕。講到呢度，大家可能覺得街市好黑暗，但其實呢個亦都係香港街市最有人情味，雖然係好殘酷嗰種嘅地方。呢度冇大財團嘅統一標價，得返最原始嘅供求關係同埋人與人之間嘅博弈。你喺超級市場永遠見唔到1蚊斤菜心，因為大財團要計數，要對股東負責。只有喺街市，你先會見到呢種充滿生命力，或者話係殺氣嘅價格波動。呢種1蚊斤嘅現象，亦都反映咗香港農業同埋運輸業嘅無奈。如果本地農業發達，如果運費唔係咁貴，我哋或者可以食到更多質素穩定、價錢合理嘅菜。但現實係，我哋極度依賴進口，而進口嘅價格波幅，往往就成為咗街市老闆手上嘅籌碼。我有個朋友，以前係做蔬菜批發嘅，佢同我講，2022年初香港疫情最嚴重嗰陣，大陸蔬菜落唔到嚟，菜價升到幾十蚊甚至100蚊一斤。嗰陣時，邊度有1蚊斤菜？大家都係叫苦連天。等到供應正常返，大家又開始玩反價格戰。呢個就係人性，好快就忘記咗當年冇菜食嘅日子，轉頭就為咗嗰1蚊幾毫鬥到你死我活。老闆死口唔講嘅內幕，其實仲有一個，就係關於特權。喺批發市場，如果你係大客，你每日攞幾百籮菜，批發商會俾一個特權價你。呢個價錢係細檔口永遠攞唔到嘅。所以有啲大型連鎖菜檔，佢哋真係有條件賣得比人平。佢哋用規模效應嚟打壓個體戶。你見到嗰啲連開10幾間分店嘅菜檔，佢哋嘅1蚊斤，可能真係佢哋嘅戰略部署，目的就係要壟斷成個區嘅蔬菜供應。一旦壟斷咗，你覺得佢仲會賣1蚊俾你咩？到時佢賣15蚊，你都一樣要買。呢個就係資本嘅邏輯，街市一樣唔例外。所以我哋做消費者嘅，最緊要係眼明手亮，支持下啲老實經營嘅小檔口，唔好一味追求極致嘅低價。因為當呢啲小檔口全部俾人鬥死晒之後，最後受苦嘅一定係我哋呢班消費者。1蚊斤菜心，到底係蜜糖定係砒霜？呢個問題，每個行街市嘅人心入面都有一把秤。下次你再聽到嗰聲1蚊一斤嘅時候，不妨停一停，諗一諗，睇清楚個老闆個樣，佢係喺度清貨嘅無奈，定係喺度殺敵嘅狠勁？呢個世界真係冇免費午餐，亦都冇唔賺錢嘅生意。1蚊斤菜心嘅背後，係一個關於生存、貪婪、競爭同埋無奈嘅香港故事。呢個故事老闆唔會講，但係我哋一定要識得聽。如果你聽完今日呢段分享，下次行街市嗰陣能夠多一份觀察，少一份衝動，咁我就覺得呢段稿寫得值啦。畢竟生活唔易，大家都要學識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面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生存方式。1蚊一斤，或者買到嘅唔止係菜心，仲有一份對呢個社會運行規律嘅體會。希望大家下次買菜嘅時候，都買到深水靚菜，食得健康，食得安心。講返轉頭，其實街市入面仲有好深嘅學問。除咗菜心，仲有魚檔、肉檔，每一處都有佢哋自己嘅潛規則。好似魚檔咁，點解有啲魚賣得咁平？係咪養魚扮海魚？肉檔嘅注水肉又點樣分？呢啲題目，如果大家有興趣，我下次再慢慢同大家拆解。今日講到呢度，大家記住
便宜莫貪，但係都要識得揀平嘢。買1蚊斤菜心嘅時候，記得望多兩眼，聞多兩眼，最緊要係諗多兩眼。喺呢個咁現實嘅世界，識得保護自己嘅銀包同埋胃口，先係真正嘅贏家。不過講返1蚊斤菜心，仲有一點一定要提，就係關於社區心理學。你有冇發現，當一個檔口開始嗌1蚊1斤嘅時候，成個街市嘅師奶都會湧晒過去？呢種羊群效應係老闆最想見到嘅。只要人流一多，個檔口就會顯得好旺。喺街市，旺就代表新鮮，旺就代表好嘢。呢種心理暗示係好強大嘅。就算隔籬嗰檔賣緊3蚊1斤，啲菜明明靚好多，新鮮好多，但係師奶們往往會選擇排隊去搶嗰啲1蚊斤爛爛地嘅菜。老闆心入面其實喺度笑緊，你哋搶啦，搶得越勁，我隔籬嗰啲高利潤貨品就賣得越快。呢個就係街市嘅心理戰。我曾經見過一個檔主，佢好聰明，佢每日都會攞出1兩籮最差嘅菜，標價1蚊，然後喺隔籬放一啲極之精緻、包裝好晒嘅精品菜，標價28蚊1斤。啲人俾1蚊吸引過嚟，見到啲1蚊菜咁差，自然就會望向隔籬啲靚菜。對比之下，啲靚菜顯得特別吸引。好多對生活有要求嘅後生一輩，或者係比較講究嘅中產，就會心甘情願咁買嗰啲28蚊1斤嘅菜。呢個1蚊其實係用嚟做對比標杆嘅。如果冇咗呢啲1蚊嘅垃圾菜，你點會覺得嗰啲28蚊嘅菜值得買？呢個就係所謂嘅定價陷阱。街市其實就係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亦都係一個最高深嘅商學院。所以下次你見到1蚊斤菜心，如果你真係想慳錢，買完就走，千萬唔好喺個檔口逗留，因為老闆有100種方法令你喺買完平菜之後，心甘情願咁交返更多錢出嚟。呢個就係街市老闆死口唔講，但係每日都喺度發生緊嘅真相。1蚊斤菜心係生存嘅掙扎，係競爭嘅手段，亦係人性嘅考驗。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我諗呢5000幾個字嘅內幕，應該夠大家下次行街市嗰陣喺心入面慢慢回味。唔好忘記，生活就係由呢啲1蚊幾毫堆砌出嚟嘅，睇穿咗，你就可以活得更加自在。下次見到1蚊斤菜心，你會點揀？係衝過去搶，定係冷眼旁觀？無論點揀，最緊要係你自己開心，同埋食得落肚。祝大家喺呢個咁貴嘅城市入面，依然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1蚊驚喜。但係要記住，驚喜背後往往都有個真相等緊你去發現。最後想同大家講聲，街市老闆其實都好辛苦，佢哋每日3、4點就要起身，對住啲濕淋淋嘅菜，仲要應付咁多挑剔嘅客人。如果佢哋真係喺度玩價格戰，其實佢哋心入面仲驚過你。所以如果質素仲可以嘅話，買1蚊斤菜心嘅時候，對老闆笑下，或者講聲唔該，可能就係對佢哋呢場同歸於盡大戰入面最大嘅安慰啦。香港人其實都係咁樣，喺夾縫入面揾生存空間，1蚊1毫都係血汗。呢份街市精神雖然有時好殘酷，但亦都好真實。多謝大家聽我講咁耐，我哋下次再傾其他街市內幕。大家記住，行街市除咗帶錢，仲要帶腦。拜拜。